有屏东的家长去投诉，因讲伊囡仔呢去参加日语的补习班，倒去游学，结果这费用呢落要真十万去啊。毋过呢，这大的所在是有出入，就连这交通也是讲门票，拢着囡仔家己爱出。这教育处是表示讲，补习班业务若准介入按内容是无对当，安尼会依法来甲处理。 房间内一个顶下铺的眠床边仔就无啥物空间啊。国中3年细黄的学生讲，开要10万块报名，屏东市一间日语补习班的校纸游学，结果落回登记了后，车钱门票煞爱家己出，连大个宿舍拢对套房变成雅房，搁足细间，引起参加的学生家长不满。我们都以为是费用都已经包含在内，结果还要再自己掏钱出来。他给我们看照片是套房，就是3个人那个套房有包含卫浴、还有厨房跟房间。但是我们到的时候，它是有点像大通铺那种上下铺。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才发现，没有游览车，也没有导游。他跟我们之前是留学契约，那到那边他等于说他只有代办，其他的游览车这些其实。 都是没有的，我们到那边是才发现没有这些东西。补习班推出的游学团安排7月初8到8月初3，再去上日本语言学校，下晡旅游，费用97000块。规个团有14个人，其中6个未成年。姓王的家长批评，这间补习班宣传介绍拢讲游学，按照法律爱签游学契约，结果补习班摕留学契约互因签，后来才发现无共。记者前往补习班，不过头家和柜台拢无伫的，嘛无回应。那处长这边有掌握如何救济吗？这些消费者？1、2楼是登记到补习班，但是它的3楼是它的樱花外语文化公司，所以基本上这是跟体制不符，跟他可以拥有的权利不一样。县府教育处表示，和双方查证了后，发现签订契约的对象不是补习班，若补习班业务与立案内容无符合，查到会依法处理。 教育处嘛提醒民众，伫要签合约的时阵，爱甲契约的内容看真足。目前这个案，消保官初7会阁召开调解委员会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